咱即摆请咱主席，咱的会长来甲咱讲话。大家好，我大叔要欢迎在座每一位来参加咱这个长辈会，咱拄啊唱这个会歌，迄会歌表示咱自执伫遮，大家孝顺咱的故乡，伫遮大家做伙来享受咱故乡的迄个大家的迄个乡情，伫咱的中间，大家做伙来快乐的一日，我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二，我要感谢咱为着咱举办这个会的所有咧服务的人员，包括讲员，包括一寡遮个表演的人，包括一寡这个义工，佫包括咱长辈会的一寡同工，大家合作，来举办这个代志，咱应该要感谢，所以咱才有当伫遮来享受这个聚会的喜乐。我是还佫特别共管，咱做长辈应该爱定定欢喜快乐过日子，因为咱即摆即个时间是真宝贵的一个时间，是真宝贵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拢今日伫遮有真正起码今日应该得到一个真欢喜的心情，大家做伙伫遮，做阵来享受咱同乡的共文化。一个台湾的一寡这好的代志，我报告到遮，安尼会好。感谢会长，旧金山文化办事处李副处长，请李副处长来甲咱致辞。多谢咱这个司仪咱这林建模林会长，咱台湾同乡联谊会咱李嘉玲李会长，咱在座的乡亲时代，大家高赞。今仔日真欢喜我特别多谢咱长辈会邀请我有这个机会代表咱这个马处长，佫咱台湾政府来感谢咱长辈会。过去长期以来对咱办事的支持，今仔是父亲节，我要祝大家在座的父亲，大家父亲节快乐，佫有全天下的父亲嘛，父亲节快乐。咱一般咧形容咱这个母亲那母亲咱来讲，敢若太月亮一样很温暖，很慈祥咱咧形容咱的爸爸就较严肃，一般咧形容咱爸爸敢若亲像一座山咱爸爸伫个就敢若咱就有靠山无就亲像一个大山踮咧伊的保护之下咱咧规厝伙会使等于讲有人甲咱遮风挡雨啦，有人嘛讲爸爸敢若一个舵手你若踮咧这船爸爸这甲你掌舵咱就有法度甲一个安全的港口所以一般来讲，咱对爸爸的这个感恩感念会较避暑较避暑，真少人你听人讲，咱会甲咱的妈妈讲妈妈我爱你，我看真少人讲爸爸我爱你，遮直接所以咱的囡仔通常是你若讲无风无雨无经过什么大风大浪你无感觉爸爸伊的重要性所以一般较避暑。所以今仔日这个机会特别珍贵咱这个长辈会来举办这个咱父亲节庆祝大会我看真正会珍贵我嘛有法度托付啦是讲咱这长辈会咧办这个庆祝父亲节我帮大家福气今仔我嘛踮咧遮甲大家来庆祝咱的父亲节我要最后要搁一摆来感谢咱长辈会的邀请嘛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多谢。咱感谢遮尔少年佮帅哥的这个副处长，会叫做台湾同乡会李嘉玲会长。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李嘉玲我现任的会长。
真欢喜吼，即个来参加中培会一年4届吼的即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吼，就是父亲节的庆祝大会。我嘛已经足久做父亲啦吼，今年嘛已经60岁以上了，所以讲会当和大家吼斗阵做伙吼，实在是足欢喜。咱大家吼离开台湾吼来美国，会当安尼一直吼，即个中培会嘛已经真久的历史，咱北加州台湾东乡联合会吼足久的历史，大家东乡乡亲吼会当斗阵吼，尤其是一个机会吼，做伙即个友谊吼，大家斗阵的即个亲切的感觉吼，尤其是台湾大家东乡吼，即个团结起来的力量吼，咱一定要发挥起来。所以讲，即个真重要，这是我个人吼的一个感想。会当看到大家吼，实在足欢喜。希望讲父亲节，今仔日是8月初5嘛吼，其实是8月初8啦吼。咱台湾是父亲节是8月初8。伫咧美国吼，美国的 Father's Day 吼是6月的第3个礼拜吼。所以讲小可无共，不过咱嘛继续用咱台湾的迄个父亲节，真好真好。所以讲希望咱会当一直吼。斗阵遮个迄个长辈吼，绝对是长岁寿老康健，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圆满，台湾加油！感谢。